我哋有請林祖啦。上一次就本來都想講少少白銀咧，但係因為兩種白銀同黃金嘅性質係有啲唔同啦，咁所以就即係要分開講啦，即係走勢或者各方面都即係都有啲唔同嘅。咁喺我哋隔咗呢段時間之後，白銀已經係出現咗翻天覆地嘅變化。咁啱啱睇咗個銀價已經係掂到50啦，已經係。咁呢個已經係半世紀以嚟啊，係半世紀，可能好多朋友都嘅年紀都冇半世紀咁大啦，但係佢就係已經係半世紀，即係半世紀以嚟最高個位啊，就係琴日應該今晚做咗出嚟啦，已經係。所以我哋今日即係開呢個課咧係好好嘅，因為真係見證歷史時刻，大家一齊係啦。咁白銀咧，其實相對嚟講，其實就一路都係冇黃金咁矚目嘅。咁正如我喺2006、2007年最初去投資貴金屬嘅時候咧，我都冇諗過係投資白銀嘅。咁但係後尾咧，點解會投資咧？就當年咧，其實咧就《蘋果日報》啊，就應該係有位叫金手指，有個叫孫柏文嘅財經評論員啦，咁啊寫咗一篇就叫做一注獨贏買白銀，因為嗰陣時啱啱發生咗呢個次按風暴啦，美國嘅金融海嘯啦咁樣樣，咁佢就覺得未來白銀係嗰個升幅係會好犀利嘅，咁所以佢寫一篇咁嘅文章，我開始留意到呢樣嘢咯。咁但係當然我後尾去研究嘅時候，發覺白銀呢一樣嘢相對黃金嚟講，其實佢嘅嗰個波動性啊，同埋嗰個分析係更加困難嘅。咁其實應該喺呢度行咁多年，由2007、2008行到呢一刻，已經經過咗差唔多接近20年啦。咁我一路都係持有嘅。咁條路咧，其實係唔容易行嘅嚇，因為咧嗰個白銀同黃金嘅相比咧，其實係真係冇咁即係冇咁矚目啊，亦都比較少人留意啊。因為始終我哋喺日常生活入面，我哋一行出街就見到好多唔同嘅金鋪啊，每日睇電視會睇到九九金價係幾多啊，現貨金係幾多，冇人會講銀價㗎。所以咧，我哋咧冇人去關注呢一樣嘢。咁應該咁樣講咧，應該比較少關注呢一樣嘢咯。咁但係其實佢嗰個投資價值咧係有時係比黃金更加犀利嘅，特別係當佢真係要發力嘅時候咧，係可以係超越係勁過黃金好多㗎，係勁到嚇死人嘅。咁好多人都唔知，因為好多都係半世紀以前發生嘅事啦。咁但係我想喺呢度講咧，其實大家好幸運，即係包括在座即係入緊嚟聽嘅人啦，亦都包括阿 Samson 啦，包括埋佢Rachel 啦，我覺得好幸運，因為喺我哋人生入面要經歷一個白銀或者黃金嘅牛市，唔係咁容易遇到嘅嚇。因為對上一次嘅白銀牛市已經講緊係十幾年前啦，即係2010年、2011年啦。再對上一次咧，已經講緊係真係好大嘅升嘅，應該講緊1970年代啦。咁你又跟住做而家都係只不過3、4次啫。咁但係所以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啦？即係唔係咁多人我哋嘅人生可以經歷啊？如果你假設你係80年代出嚟做嘢嘅，你係30幾歲，你講緊你到50歲你都未到你50歲嘅時候，可能都未經歷到一個白銀嘅牛市啊！但係如果你係好幸運喺呢一個2000年之後，即係唔係即係Convert 之後，即係個2020年之後，留意到呢一樣嘢嘅時候，其實而家我哋正正經歷緊嘅另一個白銀嘅大牛市咯，其實就係啦。咁我今日咧，我準備咗好多好多個圖，希望可以全部可以講晒俾大家去睇咯。但係盡力去即係盡力去講晒所有嘢咯。但係都唔容易嘅，因為白銀同黃金一樣，都係人類幾千年嘅一種貨幣嚟嘅。咁即係要包含晒所有嘅分析喺入面係唔容易嘅。我盡量都係希望想深入淺出，能夠令到大家最短嘅時間，因為可能好多都係新手或者係冇去留意呢樣嘢，即係第一次去留意到嘅。咁你如果講得太過深奧啊，或者太過複雜嘅話，可能大家聽完可能都一頭霧水啊嚇。咁我首先講下白銀個性質啦，佢同黃金有咩唔同咧？我哋成日喺我哋嘅文化入面咧，都會將黃金同白銀擺埋一齊嘅。例如我哋
講話，我出啲錢喎，我真金白銀買嘅喎，係咪？我哋而家就會講金，就會講銀㗎啦，好多時就會連埋一齊講㗎啦，嚇。咁有時我哋此地無銀三百兩啦，係咪？即係我哋喺我哋嘅語言文化入面咧，其實我哋都睇到白銀嗰個重要性喺邊度㗎。啊，咁白銀同黃金其實有咩唔同咧？其實最大嘅唔同就係佢哋溶咗佢哋嘅溫度係唔同嘅。黃金係要1200度，而白銀咧係要只係需要960度嘅啫。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白銀嘅密度咧係比黃金係低一半，大約低一半度嘅。咁所以相同嘅重量嘅金幣同銀幣嚟比咧，銀幣係大好多嘅，大嚿啲嘅。咁分別喺呢一度咯。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白銀咧，佢係擠喺度嘅話咧，佢係會同呢個空氣裡面嘅硫咧就有個化學反應嘅，所以白銀有時係會發黑嘅。但呢樣嘢唔影響佢價值嘅。你如果喺屋企嘅話咧，你揾塊抹銀布咧，抹一抹佢咧，佢就變翻閃閃靈㗎啦，咁樣樣。咁所以呢幾樣嘢咧，就令到白銀同黃金一樣咧，都係有一個好穩定嘅物理啊，即係話你將嗰個銀或者將嗰個金，你擠佢幾百年，擠佢1000年，其實佢都係唔會變質嘅，佢都一樣係咁樣嘅。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同樣兩種亦都係軟金屬嚟嘅，佢哋都係你如果用大力啲用牙咬嘅，會留低個痕喺度嘅。咁所以咧就兩種嘢都係非常之容易切割啊。咁所以咧，佢哋喺自古嚟講咧，都係一種貨幣嚟㗎啦。咁特別咧喺好多個時代，例如中國嘅明朝啦、清朝啦，呢啲咧佢主要其實唔係用黃金嚟做貨幣嘅，黃金係屬於一種係大額嘅，即係你等於我哋日常生活入面，我哋可以理解係1000蚊紙。你好少用1000蚊紙啊，通常你都用100蚊啊、50蚊啊，最多都係500蚊啊咁樣樣去用嘅。咁所以喺個貨幣嘅歷史入面，人類嘅歷史入面咧，更多時候其實係用白銀嚟做貨幣嘅。咁例如話，我哋呢度有幅圖，大家睇唔睇到啊？大家睇唔睇到 Samson？未 share，未見到。啊，未 share，睇下先，我要撳邊個掣咧？睇下一暫先啊。停止佢，跟住再係，我撳咗 share 先係咪？係，係啦係啦，撳咗啦。OK，撳完 share 之後咧，呢個撳錯咗，跟住呢個睇唔睇到而家？見到睇到啦，見到啦，係咪？係咪睇到？係啦，OK，係咪？咁呢一個咧，其實就係講緊羅馬嘅當時佢哋有一種銀幣，就係羅馬時代用嘅銀幣，就叫德納留斯。咁當年咧，佢哋其實好少用金嚟做交易嘅，大部分都用白銀嘅。咁佢哋當年嘅方法咧，其實當年我呢度講就有個含銀量啦。佢喺大約400年裏面咧，咁就將個錢幣嘅含銀嘅量咧越嚟越少，將佢減低咗。點解啊？其實同今日都係一樣嘅，因為今日我哋政府，例如美國政府啊，或者其他國嘅政府，佢哋會不斷印錢啊，錢係可以印。咁古代冇呢樣嘢噶嘛，佢點樣印錢啊？咪將啲銀幣嘅含銀量降低佢咯。因為銀都係好似金咁樣樣，係要用人力去發掘噶嘛，係要揾銀礦噶嘛。而銀礦嘅稀有度同金礦係不相伯仲嘅，都係難揾嘅。咁所以當佢哋政府想用好多錢嘅時候，又唔夠銀用嘅時候咧，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將個銀幣嘅含銀量降低。咁會造成乜嘢現象啊？通脹啦，咪同而家一樣咯。同美國政府不斷印錢，印錢之後嗰啲嘢越嚟越貴。古代亦都係嘅，佢哋都係通過呢一樣嘢嚟印，所以由喺400年裏面咧，嗰個羅馬銀幣嘅含銀量係由100%變到得翻3%，係啊，咁啊佢溝入啲喺製造銀幣嘅時候，可能溝啲鐵啊，溝入其他嘅金屬啊咁樣樣咯，咁所以見到其實喺好長一段時間入面咧，其實都係即係好多個國家都係用銀嚟做一個呢個貨幣咁樣樣嘅。咁銀礦咧，其實同金礦咧，其實咧一樣咧，佢哋都係一個生產成本嘅。咁銀礦而家嗰個銀嘅生產成本咧，大概如果係純銀礦咧，大概係30蚊到嘅生產成本嘅。咁所以咧，好多年前咧，其實咧，當嗰個好幾年前啦，當嗰個銀價仲係跌低於30蚊嘅時候咧，其實識嘢嘅人咧已經知道要買啦。喂，成本價喎，低於成本價喎。咁
所以咧就有時我哋都要即係當你理解到呢樣嘢嘅時候，就知道咁佢嘅價值喺邊度咯。咁但係有啲人可能會問，其實即係點解咁低嘅成本價都即係啲人都肯買咧咁樣樣？其實都要考慮到一樣嘢，就係佢哋銀好多時咧就係用一種叫伴生礦。伴生礦即係話銀佢出現嘅時候，唔係單獨咁一嚿銀出現嘅。好多時咧，佢哋就係同礦、同銅啊，同埋同鉛咧一齊出現嘅。咁所以當你提煉嘅時候，其實銀咧佢係一種附屬品嚟嘅，即係佢係提煉之後嘅一啲剩餘物，即係多咗出嚟嘅嘢咯。咁好多時咧，佢哋嗰啲礦商咧，佢哋其實係用其他嘅金屬嘅賺到嘅錢嚟補貼個銀嘅嚇。咁變咗咧，所以咧就個銀價咧長期都唔會好高嘅原因就喺呢一度咯嚇。咁係咯，咁講到呢一度咧，咁即係大家就知道，即係其實白銀同黃金嗰個價值咧，其實係一樣都係咁高嘅嚇。咁白銀咧，其實喺同黃金唯一比較唔同嘅地方咧，就係佢嗰個工業嘅需求有啲唔同。咁大家可以睇睇呢幅圖，睇唔睇到啊？你哋而家睇到係咪？Samson 睇唔睇到？見到啊，見到。見到係咪？嗱，咁啊白銀咧，佢嘅全球嘅需求咧，大概58% 係工業嘅。咁另外咧就係有18% 係投資啦，17% 係珠寶嗰度嘅。咁工業嗰度咧，主要就會做一啲太陽能嘅光伏啦，一啲醫療用品啦等等嘅。咁用途都比黃金其實更加廣泛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嗰個銀價佢即係太高的話咧，其實都對製造業咧都唔係好有利嘅。咁所以咧長期咧即係嗰啲製造商咧都係向嗰啲銀嘅生產地咧係壓價嘅。咁有啲咩地方係出產銀係比較多嘅咧？包括墨西哥啦、秘魯啦、中國都出好多嘅。咁但係都係一啲可能係比較仲有玻利維亞啦，都係一啲比較經濟冇乜實力嘅地方。所以當佢哋去賣呢啲銀嘅時候，好容易俾人壓價嘅咁樣，所以就出現咁嘅情況咯。係啦。咁跟住咧嗱，我想講嘅咧就係，但係銀咧，因為佢本身頭先正如我所講，佢有一定嘅貨幣屬性啦。其實當個市場上有一啲人 sense 到我哋嘅金融系統或者我哋嘅政府嘅貨幣系統出咗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咧喺歷史上咧都係同黃金一樣咧，就係啲錢咧會走咗入去白銀嘅市場嘅。咁當呢一樣嘢發生嘅時候咧，白銀咧就會脫離嗰個工業屬性，就變咗成一種係金融嘅投資品啦。咁往往喺呢啲時候咧，個銀價咧就升幅就係最緊要，就最犀利嘅啦。其實係咁，或者我哋睇睇頭先一開場嘅時候，我哋有講到啦，白銀係剛剛創咗新高啦。咁我哋可以睇睇一啲圖嘅，例如話呢一幅就係白銀嗰個年度嘅走勢圖啊。大家係咪睇到啊？Samson 睇到係咪？呢一幅係咪睇唔睇到？見到。睇到係咪？係啦。係睇到。咁嗱，我哋見到咧嗰個白銀嘅呢個係年度走勢啊，每一年一支棒代表一年，係啦。咁我哋可以睇到咧，其實咧剛剛我哋就經歷咗一個歷史啊，係歷史性嘅時刻，就係我哋嘅銀價咧係剛剛係突破咗喺呢一兩日咧突破咗歷史嘅最高點嘅，係啦。咁就啱啱頭先我開呢個會即係我哋開呢個課之前咧，現貨銀係突破咗去到$50一盎司嘅，咁呢個就係半世紀以嚟最高嘅位啦。咁咧我哋可以睇翻即係嗰個銀價嘅走勢啦。佢當一啲銀價發力嘅年份咧，其實佢個升幅係勁過黃金嘅，包括1979年。1979年咧，當年嘅金價咧。其實咧係升咗136%，但係白銀係升咗360%嘅，係啦。咁仲有咧就係2010年啊，2010年又係睇到咧就係發生咗希臘債務危機嗰一年啦。白銀係全年升咗83%，而黃金只係升咗29%啫。咁另外咧，我哋仲可以睇到其實舊年咧黃金係勁過白銀嘅，舊年黃金係升到27%。2024年大家睇到。而白銀只係升到21啫，但係今年咧白銀好勁啦，發晒威啦，真係！今年到而家呢一刻，今日啊，即係10月9號，2025年嘅10月9號，白銀係升到65%，而黃金只係升咗53%嘅啫，係啦。咁好多時咧，我哋咧就當我哋睇到呢啲圖嘅時候咧，
大家一聽到咁樣講，特別一啲新手或者可能對白銀冇乜留意嘅，一見到歷史高位喎，會唔會係摸頂啊？大家一定會有個咁嘅疑問，即係你仲叫我買，會唔會靠害啊？係咪？即係因為已經係頂啦嘛，同埋我亦都見到其實1979年當佢摸到接近50蚊嘅時候咧，佢跟住就向下跌啦，而且個跌浪咧，如果以一支棒係1年咁計嘅話，其實個跌浪係好長㗎，總共係跌咗差唔多20年。然後跟住咧，由2002年或者2001年嗰個時間就爬翻上去2010年嗰個時間，升咗足足10年。嗰個10年，然後碌翻，又再碌翻落去咧，又碌咗好多年㗎，又碌咗6、7年嘅，然後先再嚟到我哋呢個位嘅。咁所以嚟到而家呢一個叫做破咗歷史新高，呢一個接近半世紀以嚟嘅高位嘅話，其實好多人心目中一定會有一個疑問：究竟我而家呢個位買唔買得過？會唔會好危險？會唔會我已經係錯過咗入白銀嘅時間咧？咁樣樣。咁我哋可以睇一睇啦，其實我自己咧都嘗試用一啲圖去分析嘅。咁我哋可以睇到咧，其實咧，我哋呢個世紀大突破咧，如果我哋用每一季嚟計，大家睇到個圖咧，如果用每一季嚟計咧，其實咧，我哋可以畫到一條通道出嚟嘅。嗰條通道咧係由幾時開始啊？由70年代開始。因為70年代點解由70年代開始，唔係再早啲咧？因為再早啲嘅時間咧，其實咧係行金本位，咁嗰啲金屬嘅價格同嗰個美元嘅價格係固定嘅，咁所以係冇存在一個每日都唔同嘅金價嘅。係1971年金本位解體之後，先至出現一個叫做浮動匯率，先至我哋每日先睇到唔同嘅金價銀價係咁樣樣嘅啫。啊，咁我哋由1970年開始計起呢條通道，以季度即係每一支棒代表一季咁計啦。我可以畫到一條通道出嚟，就喺上一季，唔係今季，今季已經上咗去啦。就喺上一季，佢正式收盤，即係收市季度嘅收盤，即係由上一季即係今日10月啦，即係話7、8、9月，七月嘅開市嘅第一日，到佢9月收市嘅最後一日，佢係升過咗嗰條成條通道嘅。呢條通道係半世紀以嚟嘅通道，所以我落咗一個 point 就同佢就話其實係技術上係世紀嘅大突破咯。咁其實佢咁樣突破法咧，如果用季度嘅升市升上去嘅話咧，你可以睇到嗱，我哋大家可以睇到咧，喺2010年嗰個時間咁上下咧，佢升到幾多季啊？大家去數下，1、2、3、4、5、6、7、8、9，升到差唔多10季。咁而今次我哋呢個季度嘅突破，如果我哋由呢一個底部呢一個位數上去嘅話咧，其實中間因為經歷過有一季係跌咗噶嘛，所以呢季唔計嘅。我哋由呢一季開始計起，而家只係升咗大概4季度。所以如果再季度突破再升上去嘅話咧，其實嗰個幅度係可以好驚人嘅。咁所以咧呢個投資機會咧，我可以講係非常之難得啊！即係同所有人講，即係你一生人唔會經歷過好多次，或者甚至永遠都冇機會經歷過呢一種嘅白銀大牛市咯。咁但係而家正正就係發生緊啦，而且係啱啱喺上個季度即係7、8、9月係啱啱係做咗一個好世紀式嘅季度大突破啊！係啦，咁樣咯。咁我哋咧，其實跟住咧，我俾多一幅圖大家睇啦。咁啊，季度收市，我哋今季收幾多咧？嗱，我哋上一季啊，應該上一季嘅收市嘅就係收咗46.84嘅。咁呢個就係歷史上最高嘅季度收市啦。我哋可以睇翻之前嘅嗰啲季度收市啊，有啲係收喺28啦，有啲收喺37.58啦。2011年嘅時候，季度收市就收喺34.65啦。對上一個最高收市其實係發生喺發生喺2011年嘅第三季，第三季唔係2011年嘅第四季，最高係收37.58，呢個係之前嘅最高季度收市咯。咁我哋今次做出嚟係比佢多咗10蚊嘅，即係46.84咯。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剛剛白銀就創造咗一個歷史，呢度都睇到啦，其實係啦。咁所以咧。我可以咁講啦，其實我哋而家正係經歷緊一個白銀嘅大牛市咯。咁我自己咧，其實都有留意究竟
嚟緊大家一定會好想知嘅，即係如果我喺呢個位入市，其實如果我真係想投資下白銀嘅，佢想乘坐下呢座列車，超級列車嘅，其實大家一定好想知道其實佢可以去到幾遠咧咁樣樣。咁咧嗱，我經常咧都喺，因為呢個已經係入咗一個無人之境啊。因為你諗下，其實我哋已經好難從過去嘅一啲數據去，因為佢已經突破咗啦嘛，已經做咗個世紀大突破，已經係衝破咗所有最重要嘅阻力位啦嘛。所以我哋唔會知道佢跟住會去到幾咩位嘅。咁我喺網上我亦都不斷咁睇好多嘅資料。咁呢方面咧，其實咧我哋亞洲啦，或者係香港咧，其實研究貴金屬嘅人啊，真係比較少啲嘅。咁我係算係少數啦，係啦。即係，但係我都係好多時都要睇外國。但係外國咧，其實佢哋嘅研究呢一方面咧，研究得係好多年㗎啦。好多人都係好做得，即係研究得好好嘅。咁其中一個我最睇到嘅就係呢一位啦。我喺 Twitter 嗰度睇到佢嘅。佢睇唔睇到圖啊？睇到係咪？睇唔睇到啊？見唔見到幅圖啊？睇到係咪？咁呢一個咧，佢本身佢成立咗一個投資公司嘅呢個人，佢喺 Twitter 嗰度發表，定期發表，即係經常都發表一啲睇法啦咁樣樣。咁我叫做個英文名應該叫 Grandy 啊，應該係啦。咁咧佢其實喺今年4月嘅時候咧，白銀曾經出現過一個咧假跌破嘅，嚇死人啊！嗰個假跌破，因為其實我自己寫文章我都有寫過，就係佢喺月度嘅突破嗰度咧，佢係突破咗，但係跟住突然間喺4月，因為出現咗美國嗰個特朗普嗰個關稅風暴啊，咁所以突然間銀價咧就跟嗰個投資市場一齊大跌，2日之內跌咗14%，嚇死好多人啊！咁我當時咧我都心慌慌㗎，當時我都係咪又食白果啊？係咪又係嚟一次假嘅突破啊咁樣樣？當時咧我都買咗一小部分嘅，賣咗一部分咧應該咁講啦。咁我啊不斷上網去揾資料，咁啊揾到呢一個 Grandy 咧，佢當時就用佢嘅分析方法，佢就用一個咧就係物理拋物線嘅定律去睇白銀喺半世紀入面點樣行嘅。咁佢當時咧佢就係話4月嗰個咧係假跌破嚟嘅，佢話呢個咧只係階段性嘅一個重整，係會好快收復嘅。咁我當時咧好聽完咁講之後咧，咁我真係買翻晒。咁果然佢講嘅嘢真係啱啊！好快，即係嗰個嘅收復咧係非常之快，喺大概2-3個禮拜之內完全升翻晒嘅嚇，升到而家你諗下，其實當時只係講緊30零蚊，佢由30零好似我記得係由30幾蚊跌到落去27蚊嘅，咁跌幅都好大嘅其實係。咁但係咧，阿 Grandy 佢咁講完之後咧，由嗰個30蚊升到而家咧，已經升到50蚊啦，已經係。咁佢作出咗一個預測，佢用佢嘅拋物線嘅定律叫杯形，呢個係一個投資市場上咧一個好典型嘅一個投形態分析法嘅。咁佢就預測咧，其實咧嗰個銀價如果有突破位係41.5呢一條線上向上突破嘅話咧，佢最樂觀佢睇到銀價係會升9倍，9倍喎，9倍就好多人驚啦，係要升到370蚊啦。係啦，咁我會覺得即係係啊，即係聽唔聽到？聽到係咪冇問題啊？Samson 冇問題係啦。咁我哋睇到嗱，因為佢呢個係佢已經呢種叫杯形嘅突破咧，就係話呢個就係杯體啦，就係嗰隻杯啦。然後跟住有個杯柄啦，然後杯柄突破咗個杯柄之後向上衝嘅話咧，係可以咧係等同嗰個杯底嘅杯體嘅升幅嘅。咁啊，杯體係上一次白銀喺杯體嘅升幅係903% 啊嘛，所以呢個 Grandy 佢嘅預測就係由呢一個杯柄度衝上去嘅話，係可以衝翻900%，咁乘翻9倍嘅話咧，由41.5乘翻9倍嘅話咧，啱啱大約就係370蚊啦。咁佢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樂觀嘅，因為喺市場上咧冇人咁樣去預測嘅。咁但係咧，我覺得有時投資市場嘅嘢，我覺得升市真係莫估頂咯，即係冇人會諗到，正如美股或者係其他一啲股票啊嘅資產，當佢真係要升嘅時候，大家係唔會 sense 到或者冇諗過，原來若干年之後佢係會升到咁樣樣咯。咁啊，Grandy 咧，佢呢個升幅咧，佢係一個非常之進取同埋樂觀嘅
一個預測嚟嘅。咁我自己咧就因為我真係經歷過成個白銀嘅升升跌跌好多年啦，我自己其實會比佢保守啲嘅。咁我自己整咗個表啦，咁樣大家去睇睇，睇到晒係咪 Samson 冇遮到任何嘢係咪？OK 係 OK 啊，咪？OK 啊，好係啦。嗱咁咧嗱，如果 Grandy 就最下低嗰度$370啦，嗰個概率咧，其實咧，我覺得除非係發生一啲好系統性嘅大嘅危機，可能係惡性通脹。咩係惡性通脹啊？惡性通脹就係話全世界可能嗰啲錢嘅貶值速度係以每日幾倍幾倍咁貶值，啲嘢係以幾倍幾倍咁加上去嘅。咁呢種情況之下，暫時我唔係好睇到世界會變到咁樣樣咯。咁可能連紙幣都出問題嘅，咁可能就會出現阿 Grandy 講嗰種情況咯。我自己覺得比較保守啲嘅咧，其實大約係78蚊到80蚊呢一個咁嘅位，咁即係離開而家可能大概仲有4-5成嘅升幅咯，咁樣樣。咁呢一個咧屬於比較溫和嘅一個預測嚟嘅。咁因為佢點解係一個技術性嘅反彈咧？就係因為白銀佢其實喺過去嗰4-5年咧，其實佢落後黃金係好多嘅。咁好，但喺歷史上其實佢哋兩個好多時咧都係一齊升一齊跌嘅。咁所以我呢種咁嘅技術反彈咧，就代表白銀要保障啊，保障即係補翻數，補翻個升幅。如果出現呢種升幅嘅話咧，佢大概應該係可以去到78，即係80蚊到呢啲咁嘅位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即係我覺得又唔使睇到咁保守嘅。我自己會覺得可能會係中性或者激進嘅嗰個牛市，呢個機會係高嘅。特別係中性呢個我比較保守啲嘅話咧，我都會睇到係其實嚟緊新一輪推動嗰個白銀上漲嘅嗰個動力咧，就會出現就係我哋即將會經歷到嘅政府債務危機。同埋國際或者係一啲國內嘅各國，特別歐美國家佢哋自己內部嘅一啲衝突。咁呢樣嘢咧，其實大家聽到我咁講咧，其實大家可能一時之間未必諗得起好多嘢嘅。但係其實大家如果細心啲去諗、去思考下嘅時候，有冇發現其實近呢1-2年咧，其實歐美嗰個社會咧個變遷係好大嘅。例如話，我哋睇到就係右派嘅興起啦，嚇。啲英國可以有十幾萬嘅人出嚟遊行反對移民啦。美國嗰邊特朗普推出好多好匪夷所思嘅政策啦。咁呢啲都係佢內部嘅一啲危機嚟嘅。咁而政府嘅債務危機呢樣嘢，可能大家比較少留意，因為債務嘅市場一般係比較少人係去留意嘅。咁但係咧，我哋最近發現咧，其實咧嗰個白銀嘅升市同埋黃金嘅升市，同嗰個債務危機係非常之有關係嘅。咁最近發生咗咩事咧？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新聞嘅咧，喺9月嘅時候咧，大家睇到係咪？9月嘅時候咧，法國嘅議會啊，法國嘅議會咧就投票通過咗不信任動議，就將貝魯因為法國嘅政體就係話馬克龍去負責外交嘅，而內政咧其實就係由呢個由呢個總理去做嘅。咁點解佢無端端呢一個國民議會投票推翻呢一個貝魯政府咧？其實就係因為呢個總理咧，因為法國嗰個國家嘅欠債嘅問題非常之嚴重啊！佢嘅國民生產，佢嘅政府嘅債務咧，已經佔到嗰個國民生產總值嘅110%咁滯啦。即係話法國人如果要還晒而家所有佢哋政府嘅債，佢哋全部法國人一年唔食唔住唔使賺到嘅所有錢俾晒政府，先至可以還到喎。呢個係根本上係冇可能嘅。咁當呢一個政府所以呢個貝魯政府佢面對一個好緊迫嘅問題就係嗰啲債要還利息㗎嘛。咁而利息開支又咁大，而政府嘅收入又有限喎。咁佢想喺市場上發多啲債，再借多啲錢，但係啲人可能見到，哇！你已經爭到咁多錢啦，我唔會再借俾你，唔會再買啲法國債券啦。所以佢就要做一個就係去削減個財政支出嘅預算，佢要推出一個咁嘅預算，就係希望因為政府已經唔夠錢使啦嘛，所以佢就要嘗試去 cut 福利、加稅。咁結果咧就將法國嘅議會入面咧所有派別嘅全部得罪晒，因為咧可能中產佢嘅代表中產嘅議員，梗係唔想去加稅啦。
代表基層嘅嗰啲嘅左派，佢梗係唔想佢減福利啦，因為要面對佢哋嘅選民啊嘛。咁所以當佢要推出想個政府去做翻好個財政嘅時候咧，全部人都反對，咁最後佢哋就投咗不信任票，令到佢落咗台嘅。咁落咗台其實件事解決唔到嘅，因為法國嗰個嘅政府仍然都係欠咁多債啊嘛，係咪？新政府上台一樣都要處理入不敷支同埋債務負債過高嘅問題㗎。咁無獨有偶啦，其實喺10月呢件事背到政府落台咧係9月嘅事。跟住有個新嘅政府上咗台個總理，跟住喺上個禮拜又落咗台啦。倒完一個月倒一次台就因為佢同樣嘅提出嘅財政預算案冇人支持，所以佢又落咗台啦。所以而家法國咧係冇總理嘅，內政係冇人去做嘅，係馬克龍要重新再揾，然後重新再投票，各個黨派重新再去選一個人出嚟去面對呢一盤爛帳嘅，其實係。咁嘅時候咧，你要發現咧，其實個市場就好驚啦。喂，你法國政府咁樣，咁咁借咗錢俾法國政府嗰啲人，其實即等同係市場上買咗法國政府債券嘅人，佢哋咪好危險咯？即會唔會其實你根本還唔起咧？咁樣嘅時候咧，我哋就睇到咧，其實咧出現咗喺貴金屬市場嗰度出現咗一個好重要嘅變動啦。大家去睇睇，我哋首先睇下個金價先。呢個係唔好意思啊，呢個係日度嘅走勢。我想睇嘅，唔好意思，可能頭先攞錯咗圖啊。我哋睇睇個銀價先啦。銀價喺上一個月，即係9月嘅時候咧，突然間你見到有一支係9月升咗幾多啊？9月升咗17.45%，升到17%啊！一個9月啊，而9月正正就係貝島政府倒台嘅時候，佢喺9月8號倒台嚇。咁樣嘅話咧，其實我哋就可以睇到一樣嘢咧，其實個貴金屬市場咧係反映到同嗰個佢倒台所出現嘅危機咧係有一個好重要嘅嗰個點講，即係嘅關聯嘅。咁我再睇睇金價啦，金價更加明顯啊！箭嘴指住嗰個咧，其實咧就係十月啱啱就係日度走勢就係上個禮拜五就應該係法國政府第2屆嘅內閣倒台，就係貝島政府之後嗰一個就又倒咗台。喺嗰一日，金價正式係突破係3900蚊美金。因為之前大家都覺得3800好勁啦，好高啦，3700、3800。喂，佢真係可以因為個政府嗰日倒台，佢一夜成個升幅係懟穿咗3900蚊呢一個位咯。咁如果你因為頭先可能我整圖嘅時候咧整漏咗有一幅係金價，其實金價一樣都係嘅，同銀價呢一幅睇到，如果睇月度走勢咧，金價喺9月亦都係嘅。金價咧喺今年嘅4月咧，大概咧係4月嘅時候，金價咧就係升到係3509蚊，最高每安士係黃金嘅價格。咁4月升完咗，到咗呢個位之後咧，其實金價就好似便秘咁樣，即係升唔到啦，即係好似橫行嘅一路。5月、6月、7月、8月，金價都升唔到，升唔過3500蚊呢一個位嘅。但係就係同樣同銀價一樣，就喺9月嘅時候，金價一嘢就升穿咗350蚊，3500蚊美金呢一個位。同樣嘅時間點就係咩事啊？就係貝島政府嘅倒台。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其實嗰個金價咧，佢係對於金價銀價咧，佢對於嗰個政府嘅嗰個債務嘅財政問題係非常之敏感嘅。其實呢一樣嘢唔單止係今年發生，我哋可以睇一睇咧，就係其實喺對上一次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就係2022年啊8月嘅時候咧，
英國咧亦都發生咗一場債務危機嘅。當時有一個女首相咧，就叫做咧我哋香港譯佢做卓慧思，內地咧譯佢做咧特拉斯。咁呢個首相佢又係一上台嘅時候咧，佢就面對住英國嗰盤爛帳啊！英國嘅國民嗰個政府嘅債務佔 GPD 嘅比率咧，差唔多去到係103嘅已經係。咁同樣佢都入不敷支，政府好大嘅財赤。咁呢個首相咧，佢就諗住咧就係做一個方案，就係減稅，希望刺激經濟，等政府可以有多啲收入。但係當佢一做呢一樣嘢嘅時候，個市場就驚啦，減稅咁樣政府收入咪少咗咯？咁你仲有冇錢還債啊？其實你，於是咧市場上咧就大規模咁樣咧就係拋售英國嘅國債。咁英國嘅國債咧就大舉被拋售之後，連英鎊咧都出現大跌啊！我哋可以睇睇個圖啊，大家見到個英鎊由1971年到2025年半世紀以嚟咧，最低嘅位係幾時啊？就係2022年嘅9月。2022年嘅9月係跌到咧係1.033，差唔多係等同係對美金係1對1。咁呢一個走勢都因為嗰一場債務危機咯。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其實嗰個金價嘅走勢咧，其實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其實咧，喺金價成個走勢嗰度咧，其實同樣都喺2022年嘅10月，即係呢個女首相落台之後咧，因為佢落台代表嗰個債務問題一路都喺度啊嘛。既然佢落咗台咯，即係證明佢提出嘅方案唔得啦，即係證明英國政府係冇辦法提出一個方案嚟解決嗰個債務嘅問題啦。咁所以市場就覺得好驚啦。咁於是咧就大舉咁樣就好多嘅機構咧就去買入黃金，所以令到黃金喺2022年10月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就反轉，一路升上去啊。係啊，咁所以咧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即係嗰個債務危機咧，同埋嗰個政府嘅同埋嗰個黃金嗰個同埋白銀嘅關係非常之密切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有一個假設就係，如果嚟緊呢一啲嘅歐美國家佢嘅債務危機、佢嘅債務高負債嘅問題係唔解決嘅話咧，呢一場嘅金銀嘅牛市係唔會停嘅。對上一次喺2010年希臘爆發債務危機嘅時候，黃金都係一個大牛市。咁但係當時嘅呢一啲嘅國家，仲有一啲比較細嘅國家，希臘啊、西班牙、意大利啊、葡萄牙、愛爾蘭啊，全部都係啲二線嘅國家嚟㗎。咁當時邊啲人救佢哋啊？咪就係法國啊、德國啊、英國呢啲國家去救佢哋咯。咁佢哋因為佢歐盟佢就發債泵水俾佢，救咗呢啲國家，等佢暫時咧唔使爆先，所以後尾咧個債務危機就舒緩咗。咁當然金銀亦都後尾係回落咗好多年啦，回落咗大約4年幾5年嘅。咁但係今次輪到嘅呢批國家咧係英國、法國，係啦。咁我哋可以睇到，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嘅話咧，其實上個禮拜咧，喺法國政府新嘅政府倒台之後咧，嗰個黃金同埋白銀價格狂升嘅同時咧，其實喺歐美嘅國債，包括美國國債、英國國債、法國國債、德國國債，同埋所有全部歐美國家嘅國債，全部係被拋售嘅，全部係大跌嘅，即係個債券嘅價格全部係下跌嘅。咁所以呢一樣嘢可能新聞就比較少講啲啦，咁樣，因為都係始終係債市，唔係一個熱門嘅投資嘅資產。咁但係其實喺國際嘅嗰個國債嘅市場上面咧，其實係非常好多人係留意呢一樣嘢嘅，咁樣咯。咁所以咧我預計嚟緊咧，其實仲有一個最大嘅爆破點咧，其實就係美債。咁美國國債而家已經係突破去咗超過37萬億㗎啦。咁特朗普政府亦都係長年都係靠住呢個財赤嘅預算去應付個公共開支啊。咁所以呢一啲嘢佢如果係唔完嘅時候咧，其實咧成個債務危機係即係個金銀嘅升市咧係唔會完嘅。咁係啦，
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其實咧，大家就可以再俾一啲圖俾大家睇嘅咧，誒、咁大家一定會有個好大嘅即係疑問，究竟呢一個嘅金銀牛市或者特別係白銀嘅呢一個牛市，究竟會持續幾耐咧？因為大家都好驚會摸頂，特別喺呢啲高位嘅時候啊。咁我都做咗一啲圖咧，大家可以做一啲參考嘅。咁我哋可以睇翻啦，都可以講到少少白銀嘅歷史嘅。咁呢一幅咧，其實咧就係70年代白銀嘅牛市。70年代1979年到1980年最後嗰一年啦，其實佢延續嗰個白銀嘅牛市嘅周期係好長嘅，係之前咁都有嘅嚇。佢係差唔多係由1965年、68年開始成個牛市，延續到1980年嘅。咁我哋可以睇到佢嗰個升幅咧係幾咁驚人啊！去到最後嘅時候咧，一個星期可以升30%，一個星期咧升29.5%，一個星期升18.3%，可以連續係6個星期係升6至12%，係咁樣升上去嘅嚇。咁當時咧其實發生咗一件事，大家見到我張圖嗰度見到一個亨特兄弟啊。咁當時咧就係因為咧白銀市場咧其實相對黃金市場規模比較細啲。咁當時咧就有美國個富商咧就有個美國富商咧叫亨特兄弟，咁佢哋咧就係咁買白銀，係咁借錢嚟買白銀，炒高嗰個銀價，咁咧就希望咧係賺錢，咁所以咧就係將嗰個銀價咧係炒到咁高嘅。咁跟住咧，我哋其實白銀第二個牛市咧，其實就係我哋可以睇到就係呢個2008年嘅金融海嘯之後出現嘅一系列事件啊。咁包括啲咩咧？咁當時其實雷曼兄弟爆煲啦，跟住引發咗希臘債務危機啦。所以呢一個白銀嘅第二個牛市咧，其實佢嘅升浪咧，佢嗰個升嘅嗰個週期係長好多，即係維持咗幾年嘅。咁當然冇70年代嗰個咁長，70年代嗰個更加長嘅其實係。咁但係我哋睇到咧，其實佢係由2008年度啦，就一路升上係去到係2011年嘅，差唔多維持咗4年左右嘅。咁亦都見到最後嘅階段啦，其實佢嗰個嘅升浪咧，亦都係好大嘅，即係可以一個禮拜升8.8%啦，有啲一個禮拜升10%啦，有啲一個禮拜升9點幾個 percent，一路咁升上去嘅。中間當然有經過一啲調整啦，咁樣樣，但係當佢調整之後咧，整固完咧，佢又再升過噶啦。咁跟住第二個咧比較細啲嘅小牛市咧，我哋追溯到咧就係2020年嘅嗰個疫情啦。咁個疫情嘅時候咧，個白銀咧出現咗一個小牛市嘅，咁但係佢影響嘅因素咧，其實就冇70年代同埋冇呢個金融海嘯嘅嗰個2008到2011年嗰個時期咁多因素影響推動佢啊，所以佢個升幅佢個時期相對係少嘅。佢時間係相對少，雖然佢嘅升幅係好勁啊，有啲係去到一個禮拜可以升17.78%，有啲係升16.6%。咁但係咧，佢喺大概維持咗大概2-3個月就完結咗，然後展開咗一個係比較長嘅橫行到我哋對上一次嘅我哋呢一浪嘅底部啦。我哋呢一浪嘅底部係幾時啊？大概係2022年啦。咁呢個就係我哋而家行緊嘅白銀嗰個走勢啦。咁我哋見到啦，其實係由大概2022年就係英國債務危機爆發嗰個位啦。大家睇唔睇到啊？就係嗰個卓慧思落台做咗英國最短命首相嗰個時間，大概就係呢個2022年嘅9月到10月嗰個時間。佢有啲春江鴨已經早一步入市啦，已經喺7月啊嗰啲時間已經係入咗去㗎啦。咁但係呢個升浪就係由卓慧思落台之後開始走上嚟嘅。咁但係你見到其實整體嚟講咧，佢嗰個升幅咧，到而家大概有3-4年啦。由2022年到而家應該係3年到啦。咁佢嘅升幅咧，其實咧你整體睇落去咧，其實咧佢有啲似金融海嘯嘅。金融海嘯我可以再俾大家望一望嗰個金融海嘯嘅升幅，大概咧都係8% 啊。9% 啊、5% 啊、6% 啊，呢啲咁嘅走法去升嘅，咁大家可能好驚喎，即係覺得
會唔會我哋而家呢一個時間都有啲似金融海嘯嗰時？咦，咁而家咪就嚟見頂？嗱，我自己覺得咧，我哋同金融海嘯嗰個時，我哋分析呢樣嘢嘅時候，我哋要首先第一樣，我哋要分析係基本因素咯。咁我哋睇到其實係我哋呢一個年代同2009年嗰個金融海嘯相比咧，其實係有好大嘅分別嘅。第一，佢哋雖然都有債務危機，但係佢哋嗰個債務危機係一個小型嘅債，比較相對細嘅債務危機，因為只係嗰啲歐豬五國、希臘啊嗰啲咁嘅嗰啲國家出現。大嘅國家包括美國啊，包括英國啊、法國啊、德國嗰啲係冇乜事嘅，所以佢可以救到佢哋。咁另外一樣嘢咧，就嗰個年代咧，其實純粹是一個金融嘅危機啊。你見到就係可能係美國次按危機啊，雷曼爆煲啊，香港嘅嗰啲叫迷債危機啊，嗰啲咁嘅嘢。我哋呢個時代係複雜好多。我呢個時代有俄烏戰爭，有以巴衝突，衝突到而家都未完啊件事係咪啊？你睇新聞，大家應該都留意到啊。咁啊，繼續喺度俄烏日日喺度打嚟打去啦，大家都應該留意到嘅嚇。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咧，就係歐美內部嘅衝突，特別係左派同埋右派為咗社會嘅資源嘅衝突啊嚇。即係例如話右派興起，其實英國嘅 Reform UK 或者特朗普呢啲右派嘅興起係為咗乜嘢啫？其實咪就因為債務危機引發嘅問題咯，唔夠錢使啊嘛。唔夠錢使去分俾唔同嘅族群啊嘛，係咪？咁所以喺英國喺過去嗰4年3年度啦嚇，由卓慧思落台之後，英國係實施咗好多嘅加稅同埋減福利政策嘅嚇，包括老人冬季嘅燃料補貼冇咗啦。英國係將嗰個薪俸稅由每年年薪15萬下調到12.5萬啦，即係話如果你原本係收入只有12.5萬磅嘅一年，你係唔使交稅嘅，但係而家要啦，佢向你開刀啊！仲有英國嘅好多一啲福利，例如醫療補貼啊嗰啲，亦都係 cut 咗嘅嚇，同埋重度傷殘嘅津貼咧，亦都係 cut 咗嘅。好啦，咁我問你啊，如果你係英國人，你見到呢啲，然後英國政府攞啲錢去救啲難民，你火唔火？火都嚟啦，係咪啊？即係你真係會好嬲㗎喎，係咪？所以好多人都喺度，特別啲移英嘅港人啊，好多都喺度爭論啊。其實嗰啲匯豐 UK 係咪淨係針對非法移民啊？係咪淨係針對嗰啲咩中東嚟嘅難民啊？我可以肯定同你講唔係咯嚇，而係你去到搶咗佢資源啊嘛，搶咗佢資源，呢啲資源原先其實政府係夠分嘅。如果政府唔係有個咁嘅債務危機嘅話，佢夠分嘅，夠分大家冇事咯。你諗下，如果你唔 cut 你福利嘅，唔 cut 你嘅任何嘢嘅，我話知嘅政府去幫人去開善堂啊，係咪先？你唔好影響到我咯，因為人性始終都係喺利益衝突嘅大前提之下，人性始終都係顧及自己利益㗎嘛，呢個係正常㗎，唔係話自私啊，而係即係每一個人咁諗係好正常㗎嘛。所以當英國政府嗰個財政出咗問題，而要喺卓慧思落台之後不斷咁給福利，你係本土嘅人，你一定會支持改革黨嘅，你一定會支持右派嘅，你一定會支持嗰個 Tommy Robinson 嘅嚇，你一定會係即係去嘗試係要爭取你自己嘅福利，而去趕走嗰啲人嘅。而呢樣嘢好多時就會形成內部嘅衝突啦。我都見到9月頭嘅時候，英國嗰場嘅反移民嘅嗰場遊行啦，咁啊都打傷咗好多警察啦，咁啊拘捕咗好多人啦嚇。咁另外咧，仲有就係同樣嘅右派，我哋都見到喺9月初嘅時候咧，美國有個好著名嘅右派嘅呢個思想家啦，或者理論家啦，阿查理柯克啦，係俾人槍殺咗嘅嚇。咁同樣佢哋內部亦都係因為資源分配嘅問題而產生咗好多嘅矛盾嘅，而呢啲嘅源頭就係因為政府嘅財政出咗問題咯嚇。咁所以呢一樣嘢其實一路演變落去嘅話咧，其實係會形成好多即係形成好多衝突嘅。而呢樣嘢就係正正就係推動金價同埋銀價上升嘅動力啊。所以我預期你
當大家睇到呢一幅圖嘅時候，大家可能都覺得，誒都升咗好耐咯喎，升咗由2022年升到而家咯喎。但係其實我自己參考咗好多嘅數據之後，我覺得我哋而家最似咩年代啊？最似係70年代。係啊，我哋最似係70年代。70年代同樣都係經歷咗好多好多嘅呢一類咁嘅事件，而且唔係由70年代開始，只係70年代係一個激化嘅年代咯。喺佢再之前，其實60年代已經開始醖釀㗎啦，已經係。所以成個金銀嘅牛市喺對上一次最勁嘅時候，其實係60、70年代。佢總共係延續咗總共最少係15年嘅。延續咗15年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哋呢一個年代如果對比嘅話咧，更加似係70年代嘅話咧，而家呢一個白銀嘅牛市咧，我覺得只係剛剛開始添咋。即係如果你咁樣數嘅話，我哋再數上去要玩多嚟多可能係5、6年啊，最少我估計。咁所以呢個大家係要留意咯，就唔好俾而家呢一個咁嘅升浪就嚇親咯，係啦，咁樣嘅。咁跟住咧，嗱，我哋可以再睇到咧，其實嗰個跟住咧，我哋再想講嘅咧就係呢幾日咧，嗱，仲有幾樣，因為銀價即係嗰個白銀嘅知識實在係太多，即係我哋要將佢整合咧，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嘅。咁喺坊間咧，其實好多人咧，當你哋去問啲分析員啊，或者係去聽一啲新聞嘅時候，好多時啲人都會講白銀嘅時候，好多時都係講白銀嘅工業需求。啲人就成日都係講啊，工業需求好勁咧，白銀咪升咯咁樣樣。啊，工業需求冇咧，白銀就跌咯。其實正正相反，工業需求跌嘅時候咧，其實咧白銀係升得最緊要嘅。點解工業需求大家會一定覺得好奇怪？點解工業需求跌咗，銀價反而係有利咧？嗱，我哋可以睇一幅圖嘅。呢一幅圖咧就係白銀嘅年產量同埋個銀價。咁我哋睇到一樣嘢就係，我有兩個箭嘴指住嘅，一個叫量高。咁喺2000年嘅時候咧，白銀嘅年產量咧已經係升到歷史高位啦。我哋唔好睇後面嗰啲啦，我哋睇對比前面嗰啲年份啦。其實白銀係升到係個產量，白銀係產咗好多白銀喎。全球係產咗幾多啊？產咗600萬安士嘅白銀啊，差唔多係唔止添啦。因為呢個係600，佢上面係8萬安士，後面加多幾個零啊。咁嘅話咧，但係個銀價係幾多啊？2000嘅時候銀價只係5蚊咋。咁你可以睇下個銀價嘅喺工業嘅用途，我亦都整咗幅圖俾大家睇，大家睇到工業嘅需求喺2000年嘅時候係達到頂峰啊！每年咧係要用咧900個 million 嘅安士嘅白銀去用銀嗰度，但係咁高嘅工業嘅用量，點解銀價得5蚊嘅？大家有冇覺得好奇怪啊？所以白銀係咪真係同個工業需求有關？大家唔好被聽出面嘅一啲分析去誤導咯。即係有人同你講啊，嚟緊白銀嘅工業需求會好勁㗎，所以白銀會升㗎。呢個人一定係唔識白銀嘅。白銀工業勁嘅時候，一定係白銀平嘅時候。點解啊？如果白銀唔平，我點樣攞嚟用咧？如果白銀咁貴，而家50蚊一安士，同你5蚊一安士，1/10個價錢。喂，你係工業用家，或者你係個工廠攞白銀嚟用嘅，你會用多10倍嘅價錢去買呢個成品嚟一個原材料嚟用喎。其實對於嗰個生產成本嘅壓力係好大嘅。你可能未必要用白銀啊，可能揾啲嘢取代。因為白銀好多時咧，白銀係導電性啊。我講嘅係導電性係比黃金係更加好嘅。所以好多時喺以前90年代嘅時候，啲電腦公司生產中央處理器，例如英特爾生產中央處理器嘅時候 CPU 嘅時候咧，佢係用白銀去做嘅，因為個導電性好強啊，比銅啊，比其他嘅都要強嘅。咁但係佢唔係不可取代嘅。當佢嘅價格係太高嘅時候咧，其實嗰啲生產商佢可以用銅嚟做嘅，可以用其他嘅嘢嚟取代白銀嘅。所以工業嘅需求反而係會下跌嘅。咁咩情況之下令到白銀係上升？其實就係投資需求。我哋可以俾一幅圖大家睇啊。呢一個咧就係加拿大呢個楓葉金幣嘅生產量嘅銷量，同埋加拿大產嘅
白銀嘅年產量，因為加拿大咧係一個產銀好多嘅國家嚇，即係當然冇秘魯啊、冇墨西哥嗰啲咁多嘅，但係個產量咧亦都係數一數二嘅。咁佢咧，你諗下佢年產白銀，其實佢係由2004年一路下跌嘅喎，一路下跌嘅喎，佢產得唔多喎，其實係。但係嗰個對楓葉銀幣嘅需求咧，係由2003年，特別係2007年，大家見唔見到啊？2007年就係嗰個金融危機次按風暴喺美國爆發嘅時候出現嘅，白銀嘅嗰個需嘅楓葉銀幣嘅需求突然間係急速咁上升啊！咁買楓葉銀幣你唔會買嚟用噶嘛？買銀幣就係投資咯，係咪？你買咗銀幣，你唔會再攞銀幣再揼條鏈俾自己戴噶嘛？唔會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嗰個銀幣嘅銷量所代表嘅咧，其實就係投資嘅需求。所以我哋見到2011年白銀價格係升到歷史最高49蚊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睇翻頭先嗰幅圖啊，我哋可以對比翻2011年啊，呢個位大概呢個位，嗰個工業需求跌咗嘅喎，係咪啊？大家睇到啦，工業需求係由2004年嘅高峰跌落去2011年嘅喎，佢工業需求跌咗，但係佢價格反而係上升。點解啊？因為個原因就係因為大家攞咗白銀嚟做一個投資用途啊嘛。做投資用途有咩影響啊？工業用途嘅白銀可以再回收，即係例如話你嘅 CPU 你唔用啦，你可以將佢用咗攞裏面嘅白銀出嚟做回收，再用翻嘅。但係投資你買咗你唔會到，你可能 hold 一段好長嘅時間，佢冇一個叫做損耗，令到你要去將佢再回收。大家買咗就係 keep 咗喺度，儲咗喺度。你買一嚿市場上就少一個白銀㗎啦，已經係就係咁樣樣咯。所以投資嘅需求點解會谷高嗰個嘅銀價嘅原因就係呢一度咯。咁乜嘢導致投資需求上升啊？之前頭先我講嘅好多嘢已經印證咗。第一，債務危機啊，可能係一啲金融危機啊等等嘅呢一啲嘢就迫使到白銀嘅嗰個投資需求會上升啦。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睇到咧，我哋呢一兩日我發現咗一個好特殊嘅現象嚇。咁呢個咧可能深奧啲嘅，大家可能要有啲心機慢慢聽下我講緊嘅呢一樣嘢，叫做 backwardation，叫做期貨倒價。咩叫期貨倒價咧？嗱，你甚至而家如果你有手機嘅話咧，你上去手機度睇下銀價。銀價有兩個銀價，銀價一個叫 feature，一個咧就叫做 spot。spot 咧就叫做咧就係現貨白銀。現貨白銀就係話分別係乜嘢咧？當然有好多細節嘅嘢，我 skip 咗佢啦，費事大家覺得太深奧、太深。現貨就係話你買咗之後，買咗張合約之後，你喺幾日之內，你就可以要求嗰個發行商係俾個實嘅白銀你嘅。但係期貨好多時都係維持可能係幾個月嘅，即係話你買咗之後，可能係甚至係跨越幾年都得㗎。而家期貨商賣緊嘅白銀，其實佢哋係將地下未挖掘出嚟嘅白銀，先行以合約嘅形式賣咗出去先嘅。咁咁樣嘅時候咧，其實咧佢哋可能係賣緊嘅已經係我琴日睇嘅時候已經賣緊係2031年嘅白銀都賣緊㗎啦，已經係，不過你未攞得住啫。你到期幾時可以攞就2031年先可以攞咯。咁呢個叫期貨咯，其實係。咁期貨咩叫期貨倒價咧？期貨咧其實一般嚟講，期貨咧係會貴過現貨嘅。點解啊？期貨嘅銀價，如果你留意翻，大部分嘅時間，期貨都係貴過現貨嘅，因為期貨係假定咗嗰個發行商佢係將個白銀已經儲存咗喺個倉嗰度啦。咁你諗下，如果你買咗一張期貨嘅白銀，嗰啲貨係儲喺倉度幾個月嘅，咁倉租要錢㗎嘛，要成本㗎嘛，要保險㗎嘛，要保安㗎嘛。咁嗰啲嘅成本咪要反映喺個期貨期銀嘅價格嗰度咯，係咪？咁所以期銀一定係貴過係現貨銀嘅。咁但係而家出現一個情況，喺呢幾日我特別留意到，因為呢種情況好少發生。大部分時間我同你99%嘅時間都係期貨貴過現貨嘅。
咁但係你發現呢幾日，尤其係上個禮拜法國政府第二次倒台之後，個銀價就一路係個期貨平過現貨。咁點解發生咩事會咁樣啊？市場上嘅人唔信你張合約啊，佢覺得我想快啲有啲銀喺身邊，我先覺得安全，我唔再信你張合約呢樣嘢啦。咁所以咧，佢就淨係買現貨，不斷去買現貨，於是就將個現貨價格炒高咗。好似今晚咁樣，我哋未開咪之前咧，睇到個現貨價格已經係掂到50蚊啦。但係個期貨價格仲喺48、49點幾咁樣爭咁嘅價錢。咁嘅價錢，如果出現呢種咁嘅情況，叫期貨到價，好就係已經係預設咗咧。其實銀價即將出現大升，就算唔係聽日大升，唔係後日大升，嚟緊呢1-2個月都會大升啊！點解啊？期貨商咧，佢係要盡快咧，佢會提高個期貨價格㗎啦，已經嚟緊會提高啊！點解要提高啊？你諗下，如果佢唔提高，一路呢種咁嘅期貨到價情況一路維持落去，咁其實好易玩嘅喎。我咪買定期貨咯，買咗期貨之後，到時到期提貨啦，我咪問期貨商攞貨咯，攞嗰啲實物白銀咯，然後拎去現貨市場賣咯，因為現貨市場貴過期貨啊嘛，我咪賺到差價咯，係咪？咁如果佢嘅呢種嗱，你有冇睇佢相差可能7毫子、8毫子喎，1安士喎。如果我一買係買幾噸嘅，如果啲大戶一買幾噸嘅，呢度數目就好襟計㗎啦，其實係。所以期貨商佢唔會容許呢一種咁嘅情況係維持太耐嘅。咁所以好快咧，其實咧期貨咧商咧好快就會加價㗎啦，因為佢唔能夠。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實際上有冇咁多畫到咁多銀出嚟都係一個問題啊嘛。即係如果佢唔冇足夠嘅實物去交俾人嘅話，佢更加要加價。因為加到價之後，佢可以同個買家講：喂，不如我哋用現金結算啦，反正你都賺到錢咯，係咪？咁你要將合約咪貴啲賣翻俾我咯，咁我唔使俾啲真係一嚿嚿銀你啊嘛。就會出現咁嘅情況，所以佢係會將嗰個期貨係加價上去。咁所以嚟緊我哋會睇到咧，其實咧，當呢種情況如果嚟緊呢幾日，甚至呢幾個禮拜繼續維持呢種咁嘅情況咧，我哋都可以預計得到嚟緊嘅2-3個月啊，嗰個銀價係會進一步咁升上去嘅，因為期貨好快就會加價，係啦。咁呢啲嘢都係一啲好行內嘅知識嚟嘅，專業嘅知識。我哋一般嘅投資者好少人都會即係留意到呢啲咁嘅咩期貨到價。但係如果你係即係有留意開嘅，你就會知道係啲乜嘢嘢咯。其實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已經係即係基本上已經可以預計得到個銀價嚟緊係會有一個即係頗為大嘅升浪即將出現咯。其實係因為嗰個期貨價格，你都諗下99% 嘅時間都唔會出現嘅，但係而家突然間呢幾日出現咗一個期貨到價，咁嚟緊肯定係一定有大鑊嘢發生嘅，係啦，咁樣咯。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咧，其實即係我哋睇到即係嗰個白銀嗰個前景係即將係會非常之好嘅嚇。咁係啦，咁樣咯。咁因為嗰個避險嘅需求同埋嗰個國債嘅危機咧，其實係一路係冇舒緩到嘅嚇。即係你只可以預計得到嚟緊，只會越嚟越嚴重咯嚇。即係法國政府其實跟住佢又倒台咯喎。咁如果每個月倒一次台，咪好大鑊。9月倒一次台，然後10月又倒一次台，咁11月點咧？佢即係我覺得最大嘅問題係無論咩政府選出咩新嘅總理出嚟，其實都解決唔到個問題啊！個原因係因為佢哋嘅社會制度令到嗰個福利根本 cut 唔到啊，好難 cut 啊！咁而內部嘅人佢見到我嘅即係嗰啲本土嘅人啦，佢哋見到個政府咁樣去處理個財政嘅時候，佢哋一定係會產生好多不滿啊！咁所以跟住落到嚟咧，我認住啊，即係我覺得啊，即係嚟緊嗰個社會咧，其實佢哋嚟緊嗰個社會嘅分化啦，同埋嗰個社會嘅矛盾咧，係會越嚟越犀利。你從美國就睇到好多嘢啦，即係嗰個包括
查理安合併暗殺之後，佢哋發生嘅好多事啦，即係例如話嗰個特朗普實施嘅去呢個 DEI 嘅政策啦，佢要求佢啲即係嗰啲左派佢哋用嗰種因為基於人嘅可能係性取向啊、膚色啊，去得到政府資源嘅呢一啲制度咧，佢要推冧佢啊，因為佢唔夠佢內部資源已經不足以去分，即係不足以去分啊嘛，已經係。因為例如話打仗咁樣樣，打唔打烏克蘭啊？其實內部都係分化嘅，一樣都係分化嘅。當你係法國嘅選民，你見到自己嘅福利要被 cut，但係政府又攞錢去幫助烏克蘭嘅，你一定係會反對嘅。所以法國嘅右翼嘅政黨嗰個叫做馬能勒龐，佢係好反對去援助烏克蘭嘅。咁呢一啲嘢都會造成佢哋內部嘅債務危機係更加難解決啦，因為好多時當個政府想去解決嘅時候，可能右派咪反對咯。因為其實對佢有利嘅喎，佢可以上台啊嘛，更加難解決，個社會問題更加分化嘅時候，右派嘅政黨係更加容易攞到個政權㗎。咁所以咧呢樣嘢呢啲咁嘅嘢咧，其實對嗰個銀價嘅即係嗰個推動力咧，我哋嚟緊係會係即係睇到好多嘅，係啦咁樣咯。咁 OK，阿 Samson 係咪開始可以有啲問答環節啊？哦，係啊，可以係啊，冇問題。係，因為我上一次好多人問啦，所以我早啲希望大家可以有啲問題問啦，咁樣。OK，等下，我插翻個咪先嗰度。好好好。OK，嗱，大家可以準備定你哋嘅問題啦，可以打字出嚟嘅，咁可以俾大家去問嘅。因為咧，我哋對上一次其實係比較熱烈嘅地方咧，係喺最後邊嘅時間。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嗱，到10點半完嘅，咁我哋係會預留多少少嘅時間出嚟俾大家問問題嘅，好嘛？好，咁首先咧，可能喺大家問問題之前咧，我都有啲問題想問下阿林祖，因為咧。今日咧，我真係有啲嘢學到喎，即係我都估唔到原來可以咁樣睇啊。OK，咁首先講一講啦，問翻啲特別可能大部分觀眾朋友會關注嘅問題先啦。就係咧，嗱，我哋一般咧成日都會聽到金銀比。嗱，我知道林祖本身係之前係準備咗講預先係預到今日，係我都可以講下，你可以問我，如果時間我都可以。可以試下講下咯。嗱，例如啦，我哋經常咧買白銀咧，一定會睇呢個金銀比噶啦，係一個關鍵指標嚟。係。咁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依家嗰個比值咧，其實代表緊啲乜嘢信號咧？即係一般，早排我哋見到100啦，依家去到80幾。咁其實作為一個係啦，咁佢作為一個投資人嚟講咧，其實金銀比代表緊啲乜嘢咧？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嗱，其實金銀比咧，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金銀比已經係有好多年，其實幾千年嘅歷史。咁我哋而家咧，其實咧，處於一個歷史算係一個好高嘅位啊！即係如果你話去到埃及嘅時代啊，幾千年前1兩嘅金係等於10兩嘅白銀嘅價格係一樣嘅。咁嗰個金銀比咧，其實咧，我哋如果你有機會睇嘅話咧，其實嗰個金銀比咧，而家係喺上一個季度咧，個金銀比咧係出現咗一個向下突破嘅。係跌穿咗個上升軌道，因為一路咧其實個金銀比向上升嘅，佢跌下又升下，跌下升下，但係越升越高。但係上一個季度咧，佢成支係跌穿咗嗰個支持位嘅，咁即係話個金銀比其實嚟緊會向下落咯。咁我計過嘅，其實如果個金銀比嘅歷史低位最低係幾時咧？我對上近呢50年啊，最低係70年代尾，最低係落過係1安士嘅黃金等於17安士嘅白銀，17安士喎。咁而家係幾多啊？而家80喎。咁如果而家我哋咁計嘅話，我真係你可以攞部計數機計一計啊。如果咁計嘅話，白銀真係要去到頭先阿 Grandy 講嗰個370蚊都係仲未到啊！真係，即係可能仲要再貴啲先去達到呢一個咁嘅位咯。咁但係我自己嘅覺得啦，即係我又唔每日睇到咁進取住嘅，即係我都會先以一個金銀比嘅比率就係大約76，即係仲有空間落去嘅。到嗰個位可能會有個支持位，係令到佢，因為其實所有嘅資產市場所有嘢都一樣啊，唔會一面倒永遠喺度升，或者一面倒永遠喺度跌。金銀比都係嘅，佢跌下佢會彈下，跌下會彈下，跌下會彈下。咁我覺得嚟緊佢而家係處於一個係向下跌嘅一個
階段啦。但係我覺得金銀比去到大概76咧，應該會有一個可能反彈、小反彈，然後先再落嘅。咁嗰啲位大家要留意咯。咁但係而家未到嘅，而家未到嘅。所以如果你係唔係即係如果你覺得啊，而家入唔入得過啊？其實仲入得過嘅，因為個金銀比仲向下衝緊啊嘛。而家只係去到大概係80啊，今日應該係80幾度嘅。咁而家仲有位落嘅，其實係。咁所以就嚟緊嗰個金銀比係仲有一個修正嘅空間咯。但係我覺得有時我哋又唔可以絕對完全根據金銀比嚟玩嘅，因為金銀比咧佢好多時係雙向噶嘛嚇。即係如果就算你落嘅話，你話90年代咧係金銀比落嘅喎，但係白銀係冇乜點升嘅喎，因為佢同一時期黃金都落得好緊要啊嘛。咁所以白銀咧佢又冇乜點升嘅，所以金銀比可以係一個參考，但係唔係一個我哋絕對愛嚟做交易嘅根據咯。但係我哋有一樣嘢可以留意就係金銀比出現極端嘅情況之下咧係入得過嘅。咁但係呢個情況而家唔係啊，因為已經錯過咗啦，大家。即係金銀比最差、最極端嘅時候係幾時啊？就係 conflict 嘅時候。conflict 嘅時候係升到124，即係124兩嘅白銀先等於1兩黃金嘅價格。咁當時我係大勁入㗎，我係買咗好多，因為唔合理啊，因為呢個已經超乎歷史嘅規律啦。歷史未試過，歷史嘅規律大部分都係1盎司嘅黃金等同大約係70幾啊、80幾呢啲嘅中間位，就係佢最合理一個區間咯。咁所以有時咧，我哋睇住呢樣嘢嚟做長期嘅部署係得嘅，利用金銀比嚟做長期嘅部署係得嘅。但係呢個時間講呢樣嘢咧，其實已經係過咗啦。如果我早啲識得阿 Samson 啊，即係佢哋一早可能早2-3年咁啊，知喺個金銀比100啊、200百幾啊或者90以上，大家去買嘅時候咧，其實係 OK 嘅。嗱，對上一次個機會係幾時啊？4月咯。4月個金銀比又一次過升穿咗100啦，嗰陣時就係特朗普關稅政策實施嘅時候推出個關稅政策，而白銀係一日跌咗2日之內跌咗10幾%，嗰個時間金銀比就扯到去超過100啦。但係呢個時間已經過咗啦，我唔相信嚟緊1年或者2年會再出現咁嘅情況咯，因為成個金銀比已經係反轉咗，係啦。但係有啲位我哋真係錯過咗啦，即係如果可以早啲睇到或者同大家做啲有交流嘅時候，如果124，我而家真係打鑼打鼓叫大家即刻入啦嚇，但係已經過咗啦，咁樣樣啦，係啦。係，的確係嘅，即係如果早啲認識到你，或者咧，我哋早啲去學習呢一個金銀比啊、白銀啊呢一啲嘢咧，係可以及早部署。但係唔緊要嘅，咁就算你話過咗最佳嘅時候咧，咁其實冇話遲嘅，依家都係一個好好嘅時候嚟嘅，即係你冇理由等到幾年後再慢慢先睇。冇錯，冇錯，冇錯。係啦，咁我又想了解下喎。嗱，白銀咧個波幅比較大啦，週期又比較長啊，等等。咁你會點樣分配你嘅資金比例咧？即係例如講下黃金同埋白銀啦，即係你會覺得個黃金組合個比例係點樣嘅咧？嗱，頭先其實我呢樣嘢我都可以再講嘅，就係其實白銀同黃金嘅嗰個分別咧，就喺嗰個流通性上面啦。其實兩樣嘢我都有投資嘅，兩樣嘢我都有投資。我大概黃金如果100%裏面我佔到70%，我會擠係黃金咯，白銀我只佔30%咯。一嚟白銀，如果你係好似我咁係買呢啲實銀嘅，一條條銀條嘅，咁你需要個空間係好大啦。你知唔知我啱啱舊年搬屋嘅時候啊，我就抬嗰啲銀由舊屋搬抬嚟新屋，我抬咗2日啊，即係都係需要一啲時間咯。咁第二咧就係嗰個流通性啊，買賣嘅流通性，尤其係實銀啊，即係我所講嘅實銀。你流通咧，你如果黃金佢係好容易買賣嘅啫，黃金所有銀行基本上都買賣嘅，金行亦都好容易買賣得到嘅。但係白銀咧，佢就未係一個咁流通性咁大啊，因為嗰個投資嘅熾熱度咧，仲雖然到而家銀價升咗好多升咗好多，但係其實喺嗰個社會嘅注意度嗰度咧，其實仲未係好高嘅。變咗好多好多時我哋去買賣白銀嘅地方咧，唔係好多嘅。咁變咗我哋要留意呢一樣嘢咯，就係佢個流通性相對係低啲嘅。咁呢個就係佢同黃金最大嘅分別咯。黃金好容易買賣嘅，你攞去一賣就賣到。我前幾排去咗中環，因為屋企有啲
錢要用啦，咁啊放咗好少嘅一部分嘅息金啦。咁當時我都有問嗰間佣金公司，你收唔收銀㗎？佢都話收嘅，喺中環上環嗰個士他花利街嗰間叫中記啦，咁佢都收嘅，但係佢個價格咧係完全係貼個銀價爭好遠嘅。因為佢根本其實對佢嚟講，其實收唔收銀，其實對佢嚟講，其實應該咁講，佢可能仲費好多時間去用啊，去對佢嚟講好煩，啲流通性又唔高咁樣樣。咁所以我哋買賣白銀就要特別留意呢一樣嘢咯。其實係啊，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咧，嗱，其實大家都睇到白銀嗯其實係被低估啦。咁但係投資嗯白銀嘅時候咧，最嗯容易犯嘅錯誤係啲咩咧？即係令到啲新手可以避開下。咁你有冇嗱試過嗯。即係犯錯咧？買白銀嘅時有，候，肯定有犯錯，一定有啊！即係嗱，投資白銀嘅時候，其實玩白銀嘅人咧嘅心態同玩黃金嘅人嘅心態咧，我覺得係有兩種嘅即係其實係有啲唔同嘅如果黃金咧，其實佢應該咁講啦，即係如果投資黃金嘅人咧，佢哋誒比較屬於比較一啲穩陣派。應該比較保守嘅，因為金價嘅嗰個波動咧，其實唔高嘅，除非你玩好大嘅槓桿即係係咪睇唔到我？睇到係咪？除非你玩好大嘅槓桿，如果黃金每日嘅波動率咧，大約都係1至2%，已經好犀利㗎啦。如果有一日金價，如果嗰一日裡面嘅金價係升超過2%，已經係好犀利㗎啦。你睇翻個金價嘅記錄，好少係咁嘅，但銀價唔係啊。你頭先睇到我啲圖咧，一個禮拜可以升17%，一日裡面可以升6、7%。所以玩白銀嘅人嘅心態好多時咧係一種刀仔鋸大樹。呢種心態咯咁我覺得冇話唔啱嘅即係因為同埋白銀嘅入場門檻亦都相對低啦你諗下而家一兩黃金嘅價格係可以買到80兩白銀嘅，咁你相對嚟講，我覺得白銀係有一種咁嘅心態，就係大家有一種即係刀仔鋸大樹嘅心態咯。咁所以咧，就係因為呢種刀仔鋸大樹嘅心態咧，係有時係令到我哋咧。係個心態上面咧係即係個貪婪嘅感覺係會太強咯，係啦。咁好多時可能我哋買咗又唔捨得放啦，即係覺得未升夠我哋就唔放啦。咁好多時就會令到我哋 hold 住一路 hold 得太耐。咁其實老實講，如果你話喺咁多種資產入面，我自己都係玩股票、玩其他即係玩股票啦咁樣。咁相對嚟講，你話銀嘅回報係咪最高咧？當然就唔係啦咁好多時反而係一種信念咯，即係玩銀嘅人啊，就係咁樣樣咯。咁你話如果最初入嘅新手嚟講，有啲咩要留意咧？我自己覺得就係暫時真係唔好玩槓桿咯即係你可以玩銀礦股，你可以玩實銀，你可以買銀幣、買銀條咁，但係就有一啲銀咧我自己踩嗰個坑，就係當年係由瑞信發行過一隻槓桿3倍槓桿，即係銀價嗰日如果跌3%咧，佢就會跌9%；如果銀價嗰日升6%咧，佢就升到18%。有一隻咁嘅嘢㗎，有一隻嗰隻嘢我唔記得個名添啦，好似叫做 ISLV 定唔知乜乜乜，我唔記得咗啦。咁嗰個就係由瑞信發行嘅 ETN。咁 ETN 其實最初我嗰陣時都冇特別嘅了解，因為我自己嗰陣時都好心紅啊，我就係覺得我想快啲賺喎，有一種好心急嘅感覺。呢種都係投資嘅大忌啦，大家唔好太心急啦，要有啲耐性啦咁樣樣。咁當時咧就玩過一隻，咁玩咗之後咧，結果咧就係佢就有跌有大跌啦。我有耐性等喎，我有耐性等喎，跌我都唔驚，我有錢啦，我有錢守啊嘛，我又唔係等佢個錢開飯，咁喺度守落去，咦後尾又真係升翻喎，點知嗰隻 ETN 玩乜嘢啊？玩退市喎，退市喎，因為呢啲 ETN 佢好多時佢會視乎咧佢嗰隻產品嘅交易量。交易量如果多嘅，多人玩嘅，咁佢咪繼續收管理費啊，繼續玩落去咯。但係
白銀呢個波動性太大，而且白銀市場本身都唔係大㗎啦。例如白銀市場而家總市值大約先至係2.5萬億啫嘛，黃金係26萬喎，係10倍喎，即係個規模係大白銀市場10倍喎。本身白銀市場已經唔係大㗎啦，前幾排先有新聞話佢嘅市值已經係俾比特幣追過咗啦。咁仲要係白銀市場裡面嘅一啲咁 niche 嘅嘅槓桿產品3倍喎，咁你變咗個流通量低係一定㗎啦，係咪先？咁佢發行商佢咪結果佢咪退市咯？咁退市唔係代表你嘅投資歸零，唔係嘅，佢去咗一個叫 OTC 嘅市場，叫場外交易。場外交易就一去咗場外交易咧，就唔同佢上市啦，即係唔同佢喺嗰啲納斯達克啊或者道瓊斯裏面啊，即係個交易量係好細嘅，唔大嘅。佢唔大嘅話咧，變咗咧你要買賣，你掛個牌出去嘅時候咧，可能你等好耐都冇人接㗎，其實嚇。咁結果後尾呢樣嘢，當然我唔係遇到呢樣嘢，因為我喺佢退市之前咧，我問咗一啲做金融嘅朋友，佢就話算啦，即係到時你買賣又煩咁樣，咁不如就賣咗佢啦咁樣。所以我賣出嘅時候，最後我係蝕咗少少錢嘅，因為我投資額唔係好大，都係幾萬蚊嗰啲咁嘅樣嚇。咁同埋佢升翻晒啦，咁但係我都要蝕幾千蚊嘅，我記得係咁樣咯。咁後尾我都有問過打去銀行問匯豐啦嚇，即係問一啲銀行，我話你哋如果佢退市去咗 OTC 市場，咁我點樣交易啊？我哋冇做呢啲㗎，係啦，即係會咁樣咯。所以大家我知貪心啊，個個都會貪心㗎啦嚇。特別當你掌握，特別可能聽咗我哋講之後，你覺得阿林祖講嘢好啱啊，我好信佢，好 buy 佢啊，我一信佢，跟佢去買啦。咦，我好心紅啊，我要買3倍槓桿啊，4倍槓桿，咁你好容易踩坑啊，就係呢啲位，大家要留意咯。係啦。好，咁嗱，跟住落嚟咧，咁就俾啲觀眾朋友仔啦，你哋可以問啦吓。咁跟住我哋就有請另一位嘅主持啦，我哋有請 Rachel 啦，由 Rachel 咧嚟幫大家去問下林祖啦。好，交俾。好啊。Hello 大家好啊！咁樣咧係，我出現咧，其實咧係嚟幫大家問問題嘅啫。好。咁樣啦，就有睇到呢一個嘅有位朋友咧就問呢一個嘅儲，即係而家嘅情況啊，儲金幣好定係儲銀幣好啊？咁樣。嗱，我用我經驗去分享啊。我經驗分享咧，我今日都帶咗啦，就係嗱，如果白銀咧，我而家手上有3嚿啊。呢個咧就係大家去攞近啲，大家睇呢個咧就係中國銀行發行嘅長城銀條啊。咁一條咧就10兩嘅，而家嘅賣價咧大概係4000幾蚊到一條嘅，呢一條係10兩一條，咁重重地啦，可以做書紮咁樣紮啦。咁另外咧就呢條咧就係呢條咧就係500克嘅，呢條咧就係咧呢個香港一間叫利昌金鋪嘅自己鑄造嘅銀條啊。咁佢有2種嘅，仲有一種係細條啲，細條啲條就我諗而家可能1000零2000蚊一條啦。咁呢條咧可能要去到5、6千啦，未必5、6千，即係可能都係4、5千度啦，我估計係啦，咁樣咯。咁我自己覺得其實投資銀咧，我最近嘅心得咧，我覺得不如就我覺得就其實可以嘅就買銀條咯嚇。個原因咧就係因為我試過一次咧，我去中國銀行咧，我都有買佢嘅楓葉銀幣嘅嚇，買佢銀幣嘅。咁咧佢嗰邊咧，當我嘗試過試過，因為幫屋企人買嘅有啲係。我屋企人想有啲套現，可能有啲資金要用啊咁樣，咁啊攞咗少少銀幣去嗰度賣咁樣，過程都好煩啊！嗰個經理咧係攞住個放大鏡出到嚟逐個銀幣照啊，照咗好耐。咁你諗下，如果我攞100個，咁即係你真係喺嗰度照一日啊！真係啊，個原因就係因為佢覺得因為佢嘅規定就係如果個銀幣咧，如果有瑕疵嘅，可能刮花啊，可能發黑得好緊要啊咁樣。咁佢就唔會當嗰個銀幣嘅價錢嚟收，佢要當普通嘅銀嘅原材料價格，即係銀條嘅價格嚟收，咁就會低啲㗎啦。其實就佢會咁樣啊。咁所以咧，其實我有時覺得銀幣咧就個量你可以當係一種趣味，
例如話，我覺得啊，呢個銀幣好靚喎，或者佢有好得意喎，上面嘅卡通咁樣樣，你儲下冇所謂咯。但係我覺得主力咧，如果你係真係純粹係做投資嘅話咧，我建議係真係銀條或者銀塊，咁交易嘅時候會簡單啲。因為我都試過放一兩條係俾中銀嘅呢啲保生銀行，成條發晒黑㗎。黑得好緊要，一交俾佢，佢即刻收㗎，驗都唔使驗嘅，其實係嚇，因為銀條其實發黑仲緊，仲代表係真金白銀啊！真係唔識發黑嘅銀咧，反而係可能有貓膩啊嚇。如果個銀係有少少發黑嘅，呢啲真係真銀咯，真係嚇。咁所以我就建議，如果想買嘅就買同埋佢嗰個日價亦都低啲咯嚇。日價即係就話你嗱，當呢一條十兩嘅銀條，如果我將佢斬開10嚿，做10個銀幣，嗰個10個銀幣嘅成本一定會係貴過我做一條銀條㗎嘛，係咪？咁所以呢一個銀條嘅買出買入價咧，一定係最划算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如果係投資角度啊，我唔計嗰啲咩收藏啊嗰啲角度，我建議其實真係買銀條係最划算咯。其實今次係講白銀啦，希望大家有收穫啦。其實喺投票嘅過程裏邊咧，大家首選唔係講白銀嘅，咁亦都可以講係咧，大部分嘅朋友仔咧，佢哋所揀嘅白銀咧，嗰個投票咧係最低嗰個。咁但係點解我最後都係會揀咗呢一個白銀出嚟咧？其實大家留意翻白銀嗰個價錢啦，或者留意翻啱啱阿 Jo 所同大家分享嘅內容咧，你會發現其實我哋係唔可以唔同大家講嘅，即係我哋即係希望大家，因為我哋冇任何嘅收益㗎嘛，你哋去買白銀嘅話，咁但係我哋希望大家喺呢個過程裏邊，你哋可以把握到最後嘅機會啦。咁所以我哋專登去揀選咗呢個 topic 出嚟咧，同大家分享嘅。咁希望大家之後有啲乜嘢嘅變化，或者有啲乜嘢嘅收穫，你哋即管可以私底下咧再同我哋分享嘅，因為見到大家喂你哋有幫助咧，我哋係好開心嘅啊。OK 嘛？咁啊，日後啦，我哋睇下大家對啲乜嘢有興趣啦。可能大家喺投票嘅過程裏邊揀啦，或者同我哋講啦，我哋係唔介意咧，再邀請阿林祖咧，去同大家分享嘅。不過咧，你記得嗌埋身邊嘅朋友仔咧一齊過嚟聽啊，即係唔好錯過啲咁重要嘅嘢，即係有正嘅嘢咧，係要益下街坊嘅。OK，好，咁大家冇問題咧，我哋今日完結啦，感謝林祖。好。